行政長官梁振英話已經責成有關嘅部門改善大球場草地質素。南華足主羅傑承批評大球場方面冇做好應急措施，要靠英超球隊熱刺嘅職員幫手清理積水。行政長官梁振英喺行政會議開會之前見記者，主動提到大球場草地嘅問題。尋日呢，我去睇過嚟，亦都責成政府有關部門，包括民政局同埋康文署呢，係短期、中期同埋長期呢做好呢方面嘅工作。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星期二曾經承諾會探討係咪重鋪草地。康文署就提供相片，話直到上個禮拜二，亦都即係英超亞洲錦標賽前一日，草地嘅狀況一直理想。之後嗰日開始落大雨，先至嚴重影響場地質素。但參與英超亞洲錦標賽嘅南華足球隊足主羅傑承就透露，早喺上個禮拜二有份參賽嘅英超球隊熱刺已經有職員提出場地有積水，足總亦都有向大球場方面反映，但到禮拜三開賽前都冇應變措施。熱刺嘅場地專家要親手協助處理。佢見到咁嘅場地嘅時間咧，又唔係有好多人，即係知道應該點去補救啦。咁佢哋即刻落雨都照淋啊，咁出去攞啲鏟啊，教啲 staff 啊點樣去等佢去水易啲啊，點樣鏟佢啊，點樣攞架車去碌翻平佢啊。咁呢樣佢哋協助咗好多。如果唔係，應該嗰日更加差，咁真係可能打唔成好似。負責嗰個中層咧，應該係要攞唔同嘅 consultant 嘅 advice 翻嚟。咦，原來或者做多啲嗰個 research， 應該我哋咁嘅場地，香港咁嘅天氣，用邊種草最好咧？同埋個 maintenance 係點樣係為之最好咧？呢樣我相信肯定係冇好好地去研究。羅傑承話：明白康文署承受壓力，但香港一日冇專職嘅體育發展局，未來體育仍然要面對一條泥路。羅傑承又話：除咗關注大球場草地質素之外，其他本地聯賽用嘅球場質素可能仲差，唔應該忽視呢啲問題。無線電視記者林建邦報道。